5早咱直接开始。1647年5月23日，含前几天烧香素食的天气，就咱要去唱我见我咱录音，用 echo。我是爱对啥较 echo。我若送对我的耳机啊，好，来送对我的耳机啊，家己听。我早，我咧想看要安怎写安怎送较袂 echo， 咱就录音 echo 就当咧。我凊彩解释。YouTube 听得安怎？OK， 不管。5月23日是含前几天，含前几天烧香的天，素食的天，风大风对东吹来。有一只高野船对东港来遮入港，做5个人载有300片做藤桶的茶帮甲340担茶，邀一只胖船对小琉球来到遮，做17个人载来1800粒椰子。22担鱼甲50罐鱼油，5月2日27吼。炎热的天气，风如度，这几天对东人车来一只胖船，航往北部淡水16个人，载有70担。有3只胖船对新海滩来遮入港，做141个人，再来下日的好。48拿地米，644包薰草，14包空干布，13包麻布，120斤油，126斤茶帮，一拿茴香，7包白蜡，338担盐，350拿面环，34枝条啊，3000袋遐8担饼啊，60罐其他名就甲10罐三岁。进前3岁就写讲是啊，就进嘛有个回归啊。因为伫过咱的 Victoria 医保的状况已经像顶面伫本个月15号所讲的安尼，你考虑是不是应该甲拆了？因此伫议会决议，最近将社会去淡水民众所有大炮对。就是伫遮，你烦恼讲落落的迄边该搬到另外一边去，互迄个医保全部来移齐现状。阮将会伫最近派一个专家去遐去修复迄个医保。决议讲将会伫最近用告示来向所有的其他人、原住民、自由民、荷兰人来公告。需要将因全部的荷兰拉狗。吼，伫1个月内带来遮的秘书处来做标记。目的是伫讲，要照政府来互即种拉狗来减少，因为即种拉狗伤多，已经互拍拉严重受损吼。应该是对，拉狗伤多，拍拉罗也伤多款。此外，也将要规定讲，一般的狗必须要伫红棍来绑一支棍啊，以免去伤害鹿仔等等的即个拉厝的物件吼。绑一支棍啊，较袂去加就对啦，绑。好，也爱通过带伫车壳以及福尔摩沙其他地方的所有其他人，若是有摕任何的武器。也人必须伫1个月内将武器载来秘书处遮做标记，目的也共款是要借即个机会要甲伊减少。毋过需要用来对付野猪等等的武器，将会互因来留用。而且为着要知影讲即个岛上农业进展的状况，也将会伫顶面讲过几若摆的即个告示来命令所有的人，凡若是有
种甘蔗或者是即个各类的人吼，拢爱来遮避暑出来登记。阮伫遮嘛，定听着农夫念讲，因伫咧田园的即个作物遭受着野马、神长吼，野马呢？哪有野马？是毋是对啊？损害真大吼，因此也决议。因为伫迄个湖甲倒山中间吼，有一片会当用上少的费用，会当将迄寡野马围起来适当的土地，将会派上色上员博卡蒂的 Pantanus 和 Phillips Skillemans 做代表，伫明仔载或者是后日去遐观察整个的形势，以便来尽量较紧进行这项代志。有家己现在有真侪机型吼，机我来查一下，机吼，机就是最纯的蚕，机灵第一个机啦吼，最纯的蚕。基有诶产20亩，20亩，20亩叫做期啦，期。好，期。有家己现在有真侪畸形，甲有学着垃圾边诶死仔人留踮咧遮，真容易互迄寡有心诶查某人惊着。因此嘛，决定讲要甲安尼诶人尽量较紧对遮来赶转去死啦，并且要将诶禁止旁船吼，对死啦载安尼诶人来违反者会甲处罚。阮也收到牧师 Simon Van Brink 对好无人寄来一张花，知影讲最近对遮去迄边诶探访团到 Cornelis。A Kenhuren 伫本国个24号伫遐过身咯。自从伊电话来开了后，迄个地区的死亡情形并无较减少。这个团购吼，是伫对是伫影响就是。而且我穿一件衫，就是啊，你变白边，无甲规身有干，无清开面。哎呀！OK。探访团队吼，台湾个性。后一只，后一篇5月28日到30/32，就是5月最后一天。大部分是落雨的天气，风对人吹来。有下日的船只对遮航往几个所在，合计做132个人，就是有6只篷船航往西南的海。再去453大包日本的米，122包佛罗摩萨的米，66包水，5包豆啊，20包切，34大鱼，609条帝王鱼，5篮的蚵仔甲22担的肉骨。有2只篷船航往打狗，敢若在地层，1只篷船航往德产。来，看再是要去德产吼。100担盐，100包米，50包切，9担糖，100捆的稻罐，40瓶的空眼布甲5罐的阿拉酒。后一只篷船对龙雕来遮临港做13人，再上头来6个。6个我那小可人吼，进一个个差不多。所以咱即嘛诚紧哦，一工头到要1个月了。
晴朗的天气，吹东风。今仔日接到学校教师Thomas Putwell 对大母人寄来一张批，一张写去小人和政员 Edward Ox Brevis 内容讲，该村庄的养老这几天非常的摇摆，伊写嚣张啦，摇摆。那用精美用的这个棍仔和扑刀来威胁上述的教师，也禁止人卖任何的物件互其他这个白相，也佫有其他用来侮辱荷兰人的声誉的代志。有人因此来惊吓吼，所以包括着上述养老顶的人吼，顶已经有60-70个人逃入去山里。因此，这个什么村庄大母人吼，因此伫佛罗摩萨议会里，随决议要派上级上员 Felix Stillemans 该动上述一个 Edward Ox Brevis 和一个士官带领25个士兵前往该处，要去探听究竟是安怎一回事，并且要互该村庄复归宁静。下底注卡吼，来我来看一下吼，就是拄则叫人迄 Thomas Putwell 吼，对大母人寄批出来即个吼，伊是大母人的教师。1647年5月，感受到当地长的威胁，就即嘛一片嘛吼，毋是，即嘛6月啊吼，5月就受到感受到威胁，伊伫6月破病个就死去啊，所以无几工吼，一个月来就过身啊，大母人是啥物所在？我查一下，大母人，大母人台湾，或者是称作大湾族，是台湾原住民的一支吼。台青文献称作四社石番、外山的石番、原乡蝶。原乡啦吼，伫台南玉井盆地吼，就记得大8年啊吼。现今主要分布伫台南、高雄两个地区的这个区林、丘陵甲河谷地带。2009年8月防灾进前，高雄县小林村的话，是。台湾大母人族人口上多的部落，台湾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来自西部迁徙入去美国原住民族群，其中大多数拢是大母人族，习惯啊吼，是习惯啊吼。根据根文面顶顶学者以历史的种族登记推估，目前估计啦吼，目前台湾的大母人族户会可能超过2万人，是人数第2多的无正名的台湾原住民族，敢若比马卡岛族较少尔吼。OK， 大母人族自称台湾，也就是台湾，英国台语的大湾，也就是台湾。加上族人发源地自台南也的确不建立台俄原社，所以林清在弹药枪等等部学者甲辅助工作者认为大母人族自称或者是啥物都是台湾这个名的由来。但是安嘉因等等的学者并无认同这个讲法。有兴趣再家己去看吼，伊基本可有关这个大母人族的记载真多，多我看看。
所以拄则讲的即个正摇摆即个所在吼，应该就是伫台南高雄山区即只啦吼。6个吹哩。风甲天气运动昨昏，要暗啊，上职务员菲利斯斯基莱曼是转来到遮，伊是昨派去大牛人吼，报告讲，伫个厝地甲迄遐，就是伫即个日兰野城甲即个大牛人诶一寡河川吼，中间一寡河川，因为山里落雨，水中悬到树边无法度人过河吼。因此，歹势，伊家己一个转来，甲军队留伫目加林湾的村庄，听候阮的命令，也听候对大牛人传播更加详细消息。6个吹衫，早起写一张火叫大牛人互迄个学校教师 Thomas Putford。命令伊全力设法带几个该村庄的长老来即个城堡，因为现在河水涨悬，村民无法度去大牛人。有下日的船只对遮航往几个所在，合计就有61个人。我再看看你吼。我拢读即个李友龙读的人吼，伊之前啥物台湾人吼，伊拢是 RANG 吼，我记得是我读人。但是即个汉字其实是读的龙吼，龙吼。好啦，看前面吼，大母龙。我嘛知影到底即个要读吼。有下日的船只对遮航往几个所在，合计就61个人，就是有一只高野船航往打狗，只个来在地层有2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总共载去253吨的切，264吨水，75大包的日本米，29大包的佛摩萨米，109条的帝王鱼，6篮的鹿仔肉甲15篮的鹿骨。有一只航往淡水，载有11篮的糖，15罐的山水，14担的盐，7罐阿拉酒，3捆粗纸，130包薰草，甲15个要接酒的冻饼。6个吹死，乌鹰落雨天气风向不定，要落伫中昼，阮接到一张对大母龙寄来批。等候阮昨寄去的批来奖励就知影，对即张批知影啦吼，迄寡长老依然相恶，也知影讲学校教师 Thomas Putford 拍算今仔日要解动2个长老对大母龙去烧人吼，尽量落去烧人，大母龙去烧人吼。我拢读人吼，因为即翻译迄个本意敢若是读人吼。然后将该动政员 Edward Ox Brevis 同齐来即个城堡，为了要互更较侪人去追捕迄寡逃走的奴隶。关于此事，阮已经伫5月20号捌提起吼。即嘛来决议。有人将迄寡逃走的奴隶交来的，无论是活掠也是拍死的，交来一个拢会受赦12里尔。因为即寡奴隶伫庄脚造成一寡伤害，所以吼不管吼，关死我吼，来就是赏金12里尔，来退代以前所讲的6里尔，加倍啦吼。赏金加倍，决议为着要鼓励愈来愈侪茶头再来遮吼，将来袂阁征收该项物件，就是即个茶，即个进口是免税吼。昨派去大母人的迄个士官也带领伊的部下转来到即个城堡，
有一只庞船航空时代，它载113人起，载去30人拿罗甲吧，29拿大鱼420条水，258条小鹅米，185条佛罗摩萨米干298包日本的米，有一只庞船航空北部淡水。做56个新仔人，再有40匹空间布10罐阿酒70包薰草甲1包杂软。阮也利用这个机会，甲淡水甲归人所需要的名称详细写去互因，如同伫阮的书信发送图仔内底所记载安尼。6月5号，也是落雨的天气，吹冷风。政府员 Edward Ox Brevis 解读大武人的联络队小人来到这，学校教师 Thomas Putvold 因为破病无来。哇，这啥哈？咱讲6月伊就过身啊，吹尔，都破病哈，差不多啊。阮进门。上出迄长乐讲，为何伫因的村庄发生即寡问题？为何人会盗贼？因回答讲，有一个大武人的居民，名叫做 Vakin Tama Valeto。Vakin Tama Valeto， 伊即个因某的即个姊妹啊，是伊啊吼。根据伊看并是真可靠的人，无理由要和伊的丈夫来离婚。这是什么意思？问题就是这个Vakin Tama Valeto， 某要和离婚就对了。上述的Vakin Tama甚至强要动起武力，因此学校教师 Thomas Putvold 就对伊大生气。这个伊是迄个查某人吼，即个Vakin Tama到底是查某的，因某的姊妹，所以应该是这个人Vakin是查甫才对啦。但是学校老师是对这个查某的伊大生气，并且有定调每日来说顶头讲的这个。Vakin Tama 吼，查某的学校老师对查某的大生气，你个定调去说明啦吼，这毋知什么道理我看无吼。所以呢，因当这个Vakin Tama就开始生气吼，所以做了亲像Thomas Putvold伫批里所写的代志吼，因为这个我真正看无吼，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其他相关的原因来这个激怒Vakin Tama 吼，所以这个Vakin Tama是事主啦吼。加上其他大武人的愤慨，显然就是造成这个凶恶的起因。不过真实的情形也阁有待进一步调查。所以这个学校教师是真倒是代志发生的这个源起头吼。我咧摇，我咧想吼，这阴谋论吼，我咧摇是即个根本就破病，根本就跳在对咱个故事啊。所以咱无来，我都来。咱继续看吼，5月7号，看有人办出原因，我无。好，6月7号由完成落雨的天气，今仔日伫法务议会处理几件情节轻微的犯罪案件。有一只庞船航空时代，它会坐52个人载去下日的好220担的大香木，25担的木香，10担的棉花，4罐的油，18道水加40道米，也有一只庞船对时代它来这里降坐11个时代人再来220包薰草，20捆的粗纸加23捆的板。6月8號、9號、10號、11號4天吼。風甲天氣悠然像昨一幾天，並且繼續咧落雨。如同經過27號決定安尼，要佇一個適當的所在，就是佇個即個湖甲倒山中間的即個所在，要甲迄個野馬圍起來。
现在进一步决定，因为现在阮看到迄个地形势地图，所以决定做军中特要来进行动工。但是里长认为讲，爱开700-800里尔，阮国计讲需要这样做费用，吼。若是要开700-800里尔，伫动工进前，爱搁含议员来上讨这项代志。阮接到消息讲，学校教师托马斯普沃伫大乌人过身咯，因此要调查该村庄这个愤恨不平的代志吼。之后来延期咯。这寡本来只是一寡算小可代志吼，一寡一些琐碎事情吼，比迄个牧师，比迄个教师吼，咱讲较伤严重。我这边吼，这个 Thomas Putwoll 吼，人死啊，对吧？代志就大事化无事啊哈！我看着愤恨不平，你得愤给他讨。愤是混哈，不是开始混哈，混不变啊！开始按混啊变调变混哈，混不变，混就是无欢喜，生气，怨恨哈，郁发愤啊，发愤是生气嘛，还是？发愤图强的发愤，愤是生气啦，吼，国这里是生气。因此要调查该村庄混不平的事情，吼，之后来延期咯。那个12/13。透早看见即个港岛外面有两只胖船挂着荷兰旗，无久了后，伊看见一只荷兰船，所以就派迄只名港船出港去协助迄寡船来港，但是因为海涌足大，今仔日无法度入港。那个14。游玩继续伫落雨，强风对人风吹来，海上海涌。非常的大啦吼，位置相应不易哈。早起如果看到即个港岛的人来第二只荷兰船，要暗下接到外面来的消息讲，这两只荷兰船航船拢伫南平停船的所在去停吼，但是拢是对巴达利亚来，但是无其他的消息。那个15。好天微风对海上吹来，约伫中岛迄两只胖船起行。这两只荷兰船当中的一只也起行，要趁着搁再来即个海流来港吼。也毋是海流，是潮汐吼来港，也如此来进行。这两只荷兰船是伫迄阵 Witpark 甲即个 Witwatersrand 是该当迄两只胖船 Noord-Holland 号甲 Hoorn 号，同齐伫今年5月9号航巴达利亚，再来1163600瓦吨的货，主要是胡椒、木香甲木药。对巴达利亚的国家数据，今年9月9号来会知影讲，去年10月13号因接到荷兰来消息讲 ，Cornelis van der Linde 国下 Cornelis van der Linde 国下被宣布做荷兰的东印度的总督，并且已经伫随后15号伫巴达利亚叫的顺利授权就任咯，吼，所以经5月中5月15号换头家啦，吼。对荷兰也有消息传来讲 ，Prince Orange 吼，Orange 亲王已经伫1645年取得
Valenderen 诶 Horst 市即个所在吼。法国人也也抢算甲即个什么 Mardik 即个所在占落来吼。欧洲各国嘅国王拢抑个互相嘅结战吼。看对注卡下啥？首先是朱卡德利，可能你是 Van der Linde 是奥克马尔人，伊伫 Anthony Van Diemen 个性的迄一天，就是1645年4月19号，临时代理总督。1646年10月10号才正式请做总督，所以是因为是前一个总督个性啦，所以不是直接面1645年4月的个性。注卡第3条讲即个 Frederick Hendrik 公储 Horst， 主要讲迄个即个青龙，但是迄个青龙什么即个 Horst。伫倒位啊？哦对，伫遮注卡第3吼。对啊，就是迄个 Orange 青龙啊吼。为什么即嘛？这只写另外一个 Frederick Hendrik 公储即个 Horst， 和法国人所占的即个丹肯肯附近的即个马迪碉堡。发生伫荷兰共和国甲法国对新革命对抗西班牙了后的代志吼。好，继续。讲起个东印度的事务，一切拢真好。司令官 Martin Garrison Rees 伫4月10号，伊个带领一支强大蓝队出发前往马尼拉。现在该蓝队总共17只船咯。顶一次的归国蓝队总共10只船，载着215万各1000外号吨货。伫12个甲1个吼，12个甲1个啦吼。伫 Jeremiah Van Vliet 先生的指挥之下，航登去荷兰。有个安稳吼，就是安波因呐，是啥所在咧？安波因呐，迄个坚固的即个查拉修叫做卡巴哈，已经被俄方无留一地位来接落来。马特兰航公司中间的已经拢底好，因此呢，伫巴达利亚外面的路径吼。因为安全的关系，所以即嘛佫较增加咯吼。有3只篷船航往西南海，载68人，载有下日的货物52搭去甲舰1596条，地王甲太大，70岛水，7岛岛啊，200岛切41大包，日本米甲76岛佛罗萨米。要对8只篷船对西南海，而且离港合计载有218个人，载来迄个货物38担的240包薰草豆包空干布7000岛针啊，280捆稻管40捆茶帮4000岛虾，11担白蜡，2担做尾对泥皮啦，11担黄金85罐山水110担盐。240捆的粗肥甲80支条啊，也写一张火架去避难，互士官 Jan van den Berg， 该讲该地区需要一寡代志。6月16。天气袂歹，风对人风吹来，要暗嘛有另外一只荷兰船，就是迄阵 Witwatersrand 对港湾顺利来到即个城堡下面漂泊，无落上地。6月17号，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早起，伫迄阵 Witwatersrand
来客栈就要来落伊所在即个护照甲其他的好，有两只空船队打到来遮临港坐18人，再来80担的茶321大鱼，3支牛甲700岛茶帮。有4只篷船航往西南海，坐99个人，载去50人啦，龙啊吧128岛水，36岛米，488大鱼，1035条，帝王鱼甲其他大鱼201岛切4罐油150担的大油木，甲22岛的离地鹅茶啦吼，鹅茶这是啥物件？鹅是即个红海鹅即个吼，我个念地地，我来去啥？看丢诶，这毋是地道看啦，这拢名字。离地伊叫收呢吼，离地，我看伊原文含即个。伊字写原文，伊字写是卡丘，CATCHIUU， 啊伊个含名叫做阿卡西亚卡丘吼 ，CATECHU， 就是这离地啦吼，是豆仔科相思树啊，相思树属的即种植物。有个号名叫做海梨地吼，囡仔地啦吼。也是作为即个金合环秋的提出门的名，会当用做食品添加剂，搁写修炼剂，或者是流质，或者是流质的进行读个什么秋科或什么流料、什么秋花啊，我袂记啊，咱读特别吼，流质或者是染料吼。也是对金合环中来提出，特别是阿卡西亚卡丘，就是塞内加利亚离地吼，通过茶来个植物滚来测吼，所产生也被称作乌离地，就个这啥主米啦吼，就个主米。更道，或者是伫本土，伫印地文东印地文中叫做卡达，马拉队叫做卡，阿萨姆语甲孟加拉语叫做科耶，马来语叫做卡丘。离地和地之间都关系，看起来无是地，因为伊直讲一个什么金合环，所以你若捌看过合环树吼，伊叶啊，敢若迄个羽毛吼，敢若即个羽毛相关吼，敢鸭安尼对吼。安尼哦，你捌食过，你捌用过，还是你知影？我是讲你捌用过。但是伊做伊毋知安怎做甲一道敢若装啦安尼。我看即个，我看伊边课啦，其实看即部无效啦，我毋知影啥。对，大姐连个离地就这是食啥？这是食啥？我看这样食啥？用刀作为一种修炼剂，自古以来就被被用伫阿育吠陀哈，阿育吠达哈，叫以及用来清新口气的香料吼，香料啦吼。譬如讲，伫个法国甲意大利一寡甘草汤仔内底使用即个离地，就是芳就对啦。也离地也是南阿酱内底重要成分，叫做半胺，毋知啥潘胺啦，潘胺是嘛？槟榔哦，一种结合什么芦叶甲槟榔的这种制品，有时加入去薰草内底。香料就对啦，离地中的这个单宁含量真悬吼，这当讲为什么讲有一种收缩作用，会当用伫这个受合力
胜率最和最品，然后和三和为。伫19世纪早期首先，即个Humphrey Davy 首先使用犁地，代替即个较旧的迄种传统的树木的提出物来进行流水，就是你流就是应该是你挪即个壳啦，我哩有啦，我袂有，我毋知啊，我对即道完全无了解。好啦，我伫就是内中会当加即种物件做修炼剂，收缩起。好，离地到遮，好，咱变转来第几只？今仔日议长和几个主要的生意人来相谈关的，对希腊再度来的代志。当伊来保证讲，任何人拢会当写回去希腊甲因讲吼，甲因所捌的人讲吼，愈紧愈好吼，再大量的糖来食吼。现在来冰糖从每担7厘尔来买，砂糖一担4厘尔半吼。如果两种品质拢是好，就是这个价钱。意思讲紧在吼。6月19。大概19大部分是落雨天气，风雨动涨。有一只航船航往希腊的海33个人，载有240条钓啊，切啦，240条切，9条水甲70拿鱼。大概20。算袂歹天气，对迄种 Whitetail 河。来做好少的即个代志，积极去进行。有一只航船对希腊的海来到遮坐75个人，再来下咧好300片做烫的茶帮51条啊，150捆的稻穀甲10担盐，上出航船也载3个希腊的妇女要来吃大。6月21，也是落雨天气，风大部分对东风车来，有一只航船对希腊的海来到遮。做41个人，再来300包粉草，1800袋砖啊，100片棒啊，2包麻布甲30片的空啊布。今仔日伫法部议会处理规则情节重大法案，也甲9月27号决议的告示伫通常的时间甲地点宣读出来，甲打出来。6月22号，今仔日有一只航船对希腊的海来遮入港，坐73个人，载有陆下好843包粉草，200捆稻穀，50捆棒，6000袋虾，20捆粗纸甲4只牛。也有一只航船航往希腊的海，坐10个人，载有5担鱼。84条水，47条钓啊，切甲一个554条地王甲其他大鱼。因为最近对巴达米亚再来里尔，按照总督甲东印度议会命令，爱伫最近以告示来公告。一里尔换24double gens 啥？就是一个 double jet 等于10线，10个 double jet 是一个号盾，24个 double jet 就是2号盾个40线。所以2号盾个40线换一里尔哈，里尔敢若是西班牙的迄个钱的单位吼。号盾是荷兰人的钱的单位，所以有啥物里尔有啥物，即嘛看，即嘛讲安尼看就是1比2.4吼，一个里尔比对即个号盾来讲1比2.4，一里尔2.4，差不多2比2半，2比2个40线。好，讲最近的公告，讲一里尔换2里尔40线，但是阮伫议会捌提，因为里尔一只敢若价值23多不一件，就是2里尔30线。要无到巴达米亚所定的即个24都不累阵，因此来决议暂时袂甲伊提悬。
咱看过的最晚，今仔日也伫通常的时间甲地点确实来出现咯。比如迄阵为巴尔和还个伫个积极面度所在，号召民间开始要增上要再去日本的商品，以便伫个最近出航前往那个杀去。6月23日，好天风大风对人车来。有两只胖船对新仔太来吃，坐107个人再来下迄个号，745包薰草菇拿台湾部10捆粗纸，28,000个即个粗细杯啊25担，也750捆茶帮15条啊70捆的稻罐，3000袋虾甲80斤油以及一罐杂鱼。今仔日无用去准备明仔载。要为着即个康尼利斯班的恁国下就任荷兰东印度总督，要举行与国下宣誓效忠的仪式，这是遵照荷兰甲巴达利亚主人的命令要办的仪式。明仔载啦吼，等下看明仔载。为着要避免糖来欠货，所以鼓励新仔人做搁较侪糖吼。所以伫个今仔日含死的重要的新仔人来达成迄个协议。如果因伫个3个半落来，会当交来大批糖，糖，阮就将对上大的糖每一个加付1/2，就是支付一又个1/2。必须爱汤来两个杯盏，拢是用一道帮去做吼，是啥物意思？咱若无就干那立1/2吼，就是干那要付1/2。而上税糖上税糖的付7/2，但是如果因袂当伫个上述的期限来交货，安尼这个条件就失效。好，咱来看第二讲的仪式。6月25上午落雨，但是下晡就小可晴朗的天气。约落伫个上午11点钟，伫个处队驻军的所有的士兵拢武装进入这个城堡的广场。其他荷兰人甲官员也进入这个广场，要来聆听康涅利斯·范德林国下新任总督的宣告，并且来以后宣誓效忠。为着要举行这个仪式，议长 Peter Anastasiades Overwater 由佛罗摩萨议会议员陪同，行军长官体的这个楼骹的大厅，重要的官员甲公司职员也被叫入去内底。伫所有到场的人的面前，来到现场的人的面前，由大会秘书先。关声宣读巴达利亚寄来，互阮的17人董事会来函的条约，然后宣读书面的就任证书，随后议长遵照上述主人的命令，上级上员康涅利斯·宣誓对新总督的效忠。这个代志办完了后，伊阁下该同议员行出席厅。徛到门口的这个大街顶头，伫个遐有士兵武装徛咧，先由伊国下解除所有公司职员对故总督 Van Diemen 的宣誓，然后宣读就任证书，如同伫个大厅里宣读安尼，然后大家同齐新总督 Cornelis van der Ligt 国下宣誓效忠。伫个鸣枪3响甲鸣炮3响之下，结束了这个仪式。我即摆看的这种仪式，你拢有当想，然后按天气。我上期待就是最后吼，要离开的迄个仪式，各位，咱一定会读到吼。迄嘛是一个足大一个仪式吼，
所以互人离开岛，都毋是迄个吼，毋是足落飞吼，毋是到时你看知。有一只庞船对西奈海来遮入港，坐157个人，再来下迄个货轮，732人。面环200捆的茶帮，11包空干布，160箱饲鹅啊，450箱米鹅啊，2000个遐10拿地叶地米啦，茶叶地米，大概就讲地叶。50张落100片落的即个铁片，4包粗纸，770包薰草甲16件黄金，6个2627。要是好天，风如同昨对人风吹来，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歹势毋是，有下日的船只对遮航往几个所在，合计坐有243个人，就是有3只航船航往平湖，总共载有35担盐，有1只航往打到载去15担盐，有5只航船航往西南海。再有58拿罗啊91拿打罗啊811条备用甲其他大275条来切，61条水，7条刀啊6担重79拿，又搁38捆大鱼，33捆沙鱼，225条又20担胡椒，7担龙门啊，即嘛有咧卖啊，7条龙门，龙婆即嘛无啊。47拿鹿骨，63德比，43捆丁，2担半糖酒甲9担的即个大面膜。今仔日面对迄阵威特号已经准备要载去日本的货轮，也该船的主管实行以便明仔载起出航前往长崎。第一机会呢有宣布要寄去日本的物件，而且请了后吼，互因知。今仔日也将会受到巴达比亚的离二定位，每一离二换24double legends 的个是24double legends 就是两号盾40分啦吼。个是这个个是宣布出去吼，今仔日要宣布出去，明仔伫通常的地方来公告，下个礼拜。风甲天气有完像这几工，早起面对迄阵威特海号起行，真紧出港航往海上，是本季对出队派往长崎的第一帮船，所在的88000外号吨的货轮，主要是鹿皮、一寡丝甲是一个布料，6个2到30，最后一篇，6个最后一篇。炎热的天气，微风对人风吹来，有一只螃船航往房山。我伫今仔日房山是啥物所在？因为看起来是伫北路，可能是我台中苗栗一到2啊。因为我本来是我这房山是迄屏东县的房山，毋是吼，绝对毋是啦吼，绝对毋是，是伫北边。有一只螃船航往房山坐15个时仔人，再有一寡北上的货轮，就是200担的盐，200捆的稻罐，15担的糖精，90领的时仔的迄个长袍，可能是指当时明朝迄个明帝国的时仔的长衫啦吼。50领的裤，36匹的空干布甲100支迄个葡萄。有一只螃船航往西南海，坐16个人，载350条切，然后一只螃船对西南海来遮入港，坐27个西南人，再来15担盐，甲4包麻布。各岛偌久看见即个港岛西面海上一只荷兰船，又讲迄就是为配因为该船并无试伫即边来航过来。这只船应该是去长崎安尼。上出面对迄阵伫电子无风的状况之下，有可能是南风飘去，要去北边，飘去南风。好，
六个读煞哈，剩4分钟，好啦，继续读啦吼。等下我看一下有啥物笔记。议题啦吼，甲你看议题。另外是拄则大母人吼，大母人做吼。我真正较早毋捌注意到大母人即个做，即个皮包做，已经足大做吼。好，咱搁继续读哈，时间真宝贵，咱继续读。7月初炎热天气，风规工对人吹来，一只胖船对天鹅来，遮载小酒来，10个人邀3只胖船对西南的太来。合计做129个人，再来热热好14大地啦，47拿面环1000片做烫的茶帮，100包薰草4拿面粉50担盐4包抗癌布，1担冰糖7包麻布，3拿地米12只牛甲3只鲈子，鲈子要安怎讲呢？驴啦，还是驴啦哈？驴子啊，华语叫做驴子。大概叫做鲈啦哈。这只头对都是正确吼，鲈啊哈，精细的名，三只鲈啊。有一只胖船对家行往西南海做43个西南人，再去热热的130个水，25的切啊30大丁，7拿又搁56大24的米甲3拿蚵啊。7个吹哩，7个嘛是足人的吼，所以给读一个。7个吹哩风甲天气像昨透早比对阵为出发客来客栈叫要来到所在好，有4只胖船对西南海来遮港合计70人，再来热热风4包抗癌布40捆茶帮180包薰草2000袋椰89担盐甲33支条啊。有一只胖船对遮行往西南海做11个人，再去热热风6拿蚵啊210担胡椒10担是啦吼，合3拿的咸鱼。7个吹3，咱今日甲7个吹3读煞吼。今仔日有3只胖船对西南海来到遮。做140人，再来热热的好，380箱饲鹅啊，40拿地米20包麻布23拿干干布，419包薰草，55捆茶帮4拿面粉100担盐100罐山水5担冰糖12罐65担面丸3条豆啊50担红面15捆醋纸。2担半鱼子10担蹄蹄，2担丁仔6包做背对泥壳，30罐糖浆4000个醋肥仔杯，10条啊30片即个螺铁片700袋砖啊，甲35片黄金。面对阵为一瓦可以积极沿路所在的胡椒，好，时间拄好到，咱去读遮7个吹3。回这个后礼拜啦，这个来继续读，这礼拜咱这个来读出时线。好，感谢各位，咱来关房咯，感谢各位，是有兴趣再加这个房吼。我来关房。